绝对想袂到，讲一个闪做兵的艺人，却款款归关出来。这新北地检署今仔日侦查终结，依照妨害并役治罪条例定罪，甲协助闪做兵的主嫌陈志明求处6年的刑期。也若闪做兵的艺人邱杰凯、陈柏霖、昆达、张书伟、小杰等5个人，获检方求刑2年8个月。有什么想替自己澄清的？艺人王大陆今年之月表出找闪做兵集团，帮助贵族体为闪兵役。检警分别伫5月、10月开始第2波、第3波的搜索行动，有真侪艺人家己知影会防抓到，陆续出面来自首。目前专案涉案的艺人已经到17个人，这么多。你会不会觉得花了钱没有免疫，很冤大头？完全没有觉得冤大头。我谢谢今天的检察官还有所有的律师，然后让我直接面对我年少时候所做出的小荒谬。新北地检署伫6月第1波起诉28个人了后，14个起诉12个人，其中包括邱杰凯、陈柏霖、Energy 昆达、苏伟、棒棒糖、小杰等人，拢伫名单内，而且求刑2年8个月。检方批评讲，这5个公众人物享受关渡媒体关注含名写早来的社会红利，严重违背社会对公众人物的期待。闪做兵集团的首脑陈志明，控求处6年的徒刑。本署检察官侦办妨碍兵役案件，业经侦查终结，就主嫌诚信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6年，就相关役男分别依照其等应服兵役之时间，求处有期徒刑2年8月、2年2月及1年，以维护兵役制度公平及国家安全。邱杰凯的经纪人表示讲，尊重司法，暂时无要回应。棒棒糖成员廖允杰的经纪人是回应讲，尊重司法定序，会全力配合所落来的审理。另外，对 Energy 昆达苏伟红起诉，唱片公司相信音乐讲会全力配合司法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